喺《西遊記》嘅原著入邊啊，天竺國嘅玉兔精假扮天竺國公主拋繡球要同唐僧成親，大家記得嘛？原著有一個驚天大秘密就係玉兔係一隻公嘅兔仔嚟嘅，所有電視劇都將玉兔拍成係乸嘅兔仔，呢個就係《西遊記》原著又一個大秘密啦！一隻公嘅兔仔竟然要同唐僧成親，咁你話諷刺咗啲乜嘢啊？追更嘅朋友點個讚，我先有動力更落去噶嘛！原文再續，書接上一回啊！嗱，喺講玉兔精嘅故事之前呢，原著仲有一個大秘密嘅，就係真正嘅天竺國公主被囚禁喺布金寺噶嘛，隱藏住巨大秘密。本回嘅邏輯咧，又係極度之燒腦嘅。嗱，我哋一邊講主線嘅故事，一邊解密。話說咧，唐僧師徒喺金平府逗留咗1個月，行咗半個幾月咧，嚟到一座高山。唐僧又突然間好驚咁話啦：徒弟啊，前邊山嶺峻峭，事必小心啊！孫悟空啊笑住咁話啦：嗱，一路上啊將近佛地啦，肯定冇咩妖邪嘅，師傅唔使擔心。唐僧就話啦：徒弟啊，雖然佛地就唔遠，但係前日啊慈雲寺嘅和尚有講，到天竺國嘅都城咧，仲有成2000里噶噃，真係唔知仲有幾多路噶噃。咁孫悟空就話：師傅啊，你又將烏巢禪師嘅心經忘記咗啦係嘛？唐僧就話：般若心經係我隨身衣缽，自從嗰個烏巢禪師教識我之後啊，我調翻轉都識背啊，點會唔記得啊？孫悟空就話啦：師傅你淨係識念啫，但係你冇問過嗰個禪師解答過噶噃。咁唐僧就話啦：馬騮做咩又話我唔識得解啊？你解得到咩？孫悟空話：我解到，我解到。跟住唐僧同孫悟空兩個就唔出聲啦。咁豬八戒喺隔籬啊笑孫悟空話啦：唔知醜，同我一樣做妖怪出身嘅，又唔係邊度嘅禪師扮晒嘢，話咩咧識得解佛經喎？而家做乜唔出聲啊？我哋聽緊噶，解啦！咁沙僧就話啦：二佬你信佢，大佬又喺度講大話啦，氹師傅行路嘅啫，佢係淨係識得耍棍嘅啫，邊度識得解佛經啊？咁唐僧就話啦：唔能唔正，唔好亂講啊！悟空解嘅咧係無言語文字，乃係真解。嗱，呢度嘅對話咧就有啲深意啦。唐僧行咗14年啊，已經開始明白咗好多嘢啦。唐僧呢個時候拍孫悟空馬屁噃。大家知啦，唐僧自從經歷過白老鼠精之後啊，已經徹底服從孫悟空嘅領導啦。佢淨係想快啲完成取經任務，梗係聽孫悟空說話好啦。仲有啊，本回有好多行文邏輯暗示嘅。前面解密講過，烏巢禪師教唐僧嘅般若心經，實際上就係觀音心經，因為第一句就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啊嘛。唐僧而家已經知道，當年嘅烏巢禪師就係觀音假扮嘅。唐僧經歷過咁多事啊，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根本就唔係啲咩極樂世界，妖魔遍地。唐僧頭先話孫悟空解嘅係無言語文字，呢度其實就已經為最後佢哋取無字真經做咗一個鋪墊暗示啦。取經團隊真正嘅目的根本唔係取經啊，大家知啦，而係為如來收復地盤，為上頭嘅大佬做任務嘅。嗱，呢度又係一個西遊記行文邏輯啦。作者再一次提到觀音心經，證明呢一站亦都係同觀音有關嘅。觀音喺無底洞嗰一回徹底投降如來，但係觀音咁多年嚟遺留嘅歷史問題呢，係仲未完全解決噶噃。大家留意啦，唐僧師徒而家一邊傾偈，一邊嚟到一間大寺廟。唐僧就話啦：悟空啊，前邊嘅寺廟咧半新半舊，似乎歷史悠久喎。山門上邊又寫住布金禪寺，圓匾上邊咧又寫住話係上古遺址噃。大家留意《西遊記》行文邏輯，諧音梗。作者通過唐僧把口講出布金禪寺。咁同金禪寺就係一個好明顯嘅諧音啦，暗示住布金禪寺同金禪寺嘅身世係有關嘅。大家繼續睇下，唐僧喺馬上邊咧思考咗一陣就話：布金，咦？呢度莫非就係舍衛國界？咁八戒就話啦：師傅啊，奇怪喎，我跟師傅幾年啊，從來未見過你識得路嘅，今日竟然識路噃。咁唐僧就話：唔係，我經常睇佛經啊，話我佛如來嚟到呢個舍衛城，祇樹給孤園。呢個園呢，話係給孤獨長者問舍衛國嘅太子買嘅，請我佛嚟講經。嗰陣時咧，太子就話：我呢個園唔賣噶，佢如果要買我園啊，除非黃金布滿園地。咁給孤獨長者聽咗之後咧，真係以黃金為磚，布滿園地，先買到太子呢個園，先請到世尊如來嚟講經說法。我諗啊，呢個布金子莫非就係呢個故事？
咁八戒又笑住咁話啦，哇，真係造化喎！如果真係呢個故事啊，我哋去摸啲金磚嚟送人啦。於是大家嚟到呢個布金寺啦，發現寺廟入邊咧有好多嚟做生意嘅嗰啲商客啊，推住好多嗰啲行李啊，喺山門入邊休息。咁有個和尚咧就出嚟招呼唐僧師徒啦，跟住寺廟入邊嘅所有人咧，哇，冚子都爭住出嚟，話要見識下中華人物。唐僧師徒咧就喺度食飯啦，唐僧咧就問起呢個和尚布金寺嘅歷史，咁個和尚就答啦：呢座寺咧原本係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嚟嘅，又叫做祇園。因為咧給孤獨長者咧就請佛講經，金磚布地，就改咗而家呢個名。嗱，我呢間寺咧一望之前咧乃係舍衛國嗰陣時啊，給孤獨長者咧就喺舍衛國居住嘅。咁我荒山咧原本就係長者嘅祇園，所以咧就改咗名叫給孤布金寺。之後邊咧仲有呢個祇園嘅基址喺度噶噃。近年間啊，如果遇到落雨滂沱啊，真係可以淋出啲金銀珠寶啊！如果你有造化嘅話咧，經常可以執到噶。咁唐僧就話啦，哇，話不虛傳，果然係真嘅噃。又問啦，頭先我入寶山見門下邊兩廊有好多商客，點解會喺度歇宿嘅？咁嗰班和尚就話啦，我呢邊呢座山咧叫做白腳山。嗱，先幾年咧都幾太平嘅，但係最近咧因為天氣循環啊，唔知點解啊，生咗幾隻蜈蚣精喎，經常喺路下邊傷人。雖然就唔至於傷命，但係咧人就唔夠膽行啦。山下邊有座關叫做雞鳴關，一到咗雞鳴嗰陣時咧，先至夠膽過去嘅。所以咧嗰啲商客啊，而家因為夜啦，就驚唔方便，所以咪喺荒山度借宿一宵咯，諗住雞啼之後就行噶啦。咁唐僧就話啦，咁我哋都等雞啼之後先行啦。嗱，我相信好多朋友睇書睇到呢度啊，係完全睇唔明呢度講布金寺嘅歷史究竟係咩意思噶噃。呢段對話嘅信息量咧，又係極度之大嘅。首先個和尚提到呢度出現蜈蚣精，大家回憶下，蜈蚣精係邊個人啊？係毗藍婆菩薩嘅徒弟嚟嘅噃。蜈蚣精係最近先出現嘅。咁唔使問阿貴啦，《西遊記》行文邏輯有幾隻蜈蚣精出現喺呢度傷人，肯定係同毗藍婆有關嘅啦。嗱，時間係最近，而玉兔精下凡又啱好係1年前嘅時間，即係話玉兔精下凡之後，毗藍婆就派咗幾隻蜈蚣精嚟到呢度。毗藍婆之前有解密過嘅，佢係佛道兼修嘅大神。表面上咧，佢係已經隱居喺紫雲山千花洞，但係事實上佢又通過紫雲仙，即係紫陽真人，隨時了解外界嘅情況嘅。玉兔精係道家嘅妖怪，即係話毗藍婆派幾隻蜈蚣精嚟到呢度，同天庭嘅道家係有關嘅。呢度係一個伏筆。我哋再睇下頭先講布金寺嘅歷史啊，係隱藏住巨大秘密嘅。唐僧介紹布金寺話，我喺經書入邊睇過。佢嘅前身係一個園，係給孤獨長者問舍衛國太子買嘅，要買嚟請我佛如來講經嘅。太子話：我呢個園唔賣，佢如果要買咧，除非黃金布滿園地。咁給孤獨長者真係用黃金為磚鋪滿晒個園地，先買到太子呢個園，先至請到如來嚟講經。大家再對比下頭先布金寺本地嘅和尚介紹呢個寺廟，講法係有啲都唔同㗎噃。就係布金寺嘅和尚話，呢個寺原本就係給孤獨長者嘅，叫做祇園。呢個給孤獨長者咧，佢用黃金鋪地請如來嚟講經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唐僧睇嘅經書入邊嘅歷史講法咧，同呢間寺嘅和尚嘅講法有唔同啊？唐僧睇嘅經書入邊介紹呢個園，話原本係屬於舍衛國太子嘅，係給孤獨長者用咗一地嘅黃金鋪完買翻嚟請如來講經嘅。但係呢度嘅寺廟嘅和尚嘅講法係，個園本身就係給孤獨長者嘅，佢為咗請如來嚟講經，鋪咗成地嘅黃金俾如來，完全冇提到舍衛國太子賣咗個園嘅事噃。兩種講法就有一個好大嘅區別啦，大家留意到未啊？就係一地嘅黃金嘅目的係唔同噶噃。究竟呢一地嘅黃金係為咗買舍衛國太子個園啊，定係呢一地嘅黃金係為咗用嚟請如來講經嘅費用呢？究竟邊個講法先係事實呢？嗱，我認為唐僧喺經書上邊睇到嘅歷史應該係事實嚟嘅。呢一地嘅黃金係買園嘅費用，點解呢？嗱，我哋分析下，唐僧話自己曾經係睇經文嘅記載，見到布金寺嘅歷史。唐僧係邊度人啊？
佢係南贍部洲東土大唐嘅人，佢自細睇嘅佛經係東方佛家嘅小乘佛法。咁呢啲佛經係邊個寫噶？呢啲佛經啊係東方佛家寫噶，係觀音佢哋寫噶噃。東方佛家嘅佛經點解會記載西方如來嘅故事呢？為如來做宣傳啊？點解呢？唯一嘅可能性就係西方如來曾經俾咗觀音着數咯。嗱，大家留意啦，點解舍衛國嘅太子要開咁高價錢，黃金鋪地啊，先肯賣呢個園俾給孤獨長者呢？嗱，呢度好明顯啊，舍衛國嘅太子根本就唔想賣呢個園，所以特登開個天價出嚟，想呢個給孤獨長者知難而退。我哋睇下買咗呢個園嘅呢個給孤獨長者係邊個啊？原文唐僧吟咗一段詩句嚟介紹呢件事嘅。呢個給孤獨長者個名叫做須達多，佢曾經咧就施捨好多錢財，幫助過好多人嘅。喺我哋現實西方佛家嘅神話歷史故事入邊咧，的確係有呢個須達多嘅存在，亦都有呢個故事嘅。《西遊記》嘅作者保留咗呢個設定，須達多係如來一個忠實嘅信徒，即係鐵粉啊！我哋而家可以推理作者寫呢個故事嘅用意啦。其實舍衛國本來就係東方佛家觀音嘅地盤。500年前喺孫悟空大鬧天宮嘅時間之前，東方佛家嘅大佬觀音一直限制西方如來喺自己嘅地盤傳教，所以觀音咧就要求舍衛國嘅太子開個天價，拒絕呢個給孤獨長者須達多買自己呢個園。須達多咧根本就冇呢個本錢買呢個園嘅，喂，黃金鋪地，你諗下要幾多金啊？所以真正出錢去買呢個園嘅唔係須達多，而係如來攞出咗呢一地黃金，吩咐須達多帶住一地黃金買咗舍衛國太子呢個園。點解如來寧願帶出血啊都要買呢個園呢？大家認真聽，呢度係重點。大家記唔記得孫悟空而家幾歲啊？孫悟空而家係800幾歲，喺800幾年前，玉帝揾如來合作製造咗孫悟空，準備發起大鬧天宮計劃，目的係為咗雙贏，令到玉帝同埋如來兩個人都可以上位。如來就開始考慮上位之後點樣傳教呢？點樣獲得更加多嘅長生食物嚟養靈山嘅員工呢？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噃。孫悟空出世之後，做咗300幾年嘅美猴王，跟手出海學藝。咁如來喺孫悟空做美猴王嘅呢300幾年入邊，如來做咗啲乜嘢呢？如來當時就係做咗呢件事，出咗一筆大錢，一地黃金買咗舍衛國太子呢個園啊！當時東方佛家大佬觀音咧，佢係佔住好多地盤嘅，因為觀音係道家出身，佢係幫老君限制西方如來噶嘛。如來當時只係西方佛老，如來自己實質所擁有嘅地盤就只有靈山一個地方，當時係未有天竺國嘅。大家留意原文寫得好清楚，天竺國建國嘅歷史只有500幾年，即係話天竺國係孫悟空大鬧天宮被壓五行山之後先至建立嘅。呢個時間點好得意噃。咁天竺國嘅前身係邊個國家呢？我相信好多睇解密嘅朋友估到啦。天竺國嘅前身就係呢個舍衛國啦。舍衛國原本就係東方佛家觀音嘅地盤。嗱，其實真相係咁樣嘅。如來喺800到500年前呢段時間咧，用咗一地嘅黃金，安排咗自己喺舍衛國最忠心嘅 fans 給孤獨長者須達多同觀音做咗一筆交易，買咗舍衛國太子呢個奇園。咁如來咧就同觀音咁樣傾嘅，我買你呢個園，咁你要俾我去舍衛國度傳教。咁你觀音咧就要喺東方佛家嘅歷史入邊記載呢件事。如來嘅目的就係要話俾南贍部洲東土嘅人知，西方佛老如來嘅經書好值錢噶，大家快啲嚟買嚟睇啦！大家對比下第98回如來講過一段說話，舍衛國趙長者屋企曾經用3斗3星嘅米粒黃金買如來嘅真經去聽。如來仲話自己啲弟子賣得太平啊！嗱，如來一開始就通過抌錢投資抬高自己嘅身價，呢招真係好犀利啊！如來點解要出高價買舍衛國太子呢個園呢？其實如來嘅目的就係要將呢個園改造成布金禪寺，用嚟培養自己嘅信眾，而呢班信眾呢，
就係最早期嘅輪世羅漢啦。如來自己嘅二弟子金禪子就係最早期出道於呢個布金子嘅信徒。布金子同金禪子係諧音嚟噶嘛？大家而家明白未啊？點解布金子嘅和尚同唐僧介紹呢個緣嘅時候啊，佢嘅講法係省略咗舍衛國太子買緣嘅事嘅咧，而係直接講成係給孤獨長者須達多用一地嘅黃金嚟請如來講經咧？梗係啦，因為如來已經買咗呢個寺廟啊嘛，而家呢個和尚係如來嘅人，佢梗係企如來呢邊啦。如果話一地嘅黃金啊係為咗買呢個太子嘅緣啊，咁如來邊有面啊？梗係換咗一種講法啦，話係須達多出咗一地嘅黃金請如來嚟講法，如來嘅出場價就係咁高噶啦。呢啲咪宣傳手段咯，反正嗰陣時又冇錄像嘅，有你點講呢？嗱，咁後嚟舍衛國又去咗邊呢？嗰個和尚話：我哋嘅寺廟啊，一望之前就係舍衛國。一望係咩意思呢？一望即係好近嘅地方，好近嘅前面就係舍衛國啦。但係大家對比下後文，唐僧師徒喺布金子出發去到天竺國呢，只係行咗幾個鐘咋，從天光行到上晝嘅巳時，即係9點到11點就到咗天竺國啦。唐僧後文啊，亦都有話布金子離天竺國只有60里，即係30公里咁遠啊，中間係冇其他國度噶噃，好近噶噃。咁即係話舍衛國消失咗啦，舍衛國滅亡咗，變咗做天竺國。咁舍衛國點解會滅亡嘅呢？佢又點解會變咗天竺國嘅呢？係邊個做嘅呢？下回分解。